冲冲跳跳又来了，夜班落到台北市，在现场看到小朋友老先生拼练习老准备，也到等一下嘅小朋友啊，就会味道一本太介意咧，亲站就会演出。在夜市嘅节目当中，能看得到精彩舞蹈表演，还有音乐哦。想要啲行较多精彩内容，就绝对唔好放过夜市嘅表演哦。天主嘅小朋友，我为大家带来精彩嘅客家童谣《白公白婆》。接下来，我就叫下来看下其他条带来嘅演出。白公白婆，莫是给，莫是我，莫是给，莫是我。吃着阿妹穿皮袍，吃着阿妹穿皮袍。中央腰向阳头，中央腰向阳头。爱说你就说，唔说那也无奈何。强你生就公平咯，强你生就公平咯。就算无法度，就算无法度，就你快做点梦。白公白婆，莫是给，莫是我，莫是给，莫是我。吃着阿妹穿皮袍，吃着阿妹穿皮袍。猪羊羊向阳头，猪羊羊向阳头。爱说你就说，唔说那也无奈何。强你说就公平咯，强你说就公平咯。就算无法度，就算无法度，就一块做点梦。白公白婆，莫是给，莫是我，莫是给，莫是我。吃着阿妹穿皮袍，吃着阿妹穿皮袍。猪羊羊向阳头，猪羊羊向阳头。爱说你就说，唔说那也无奈何。强你说就公平咯，强你说就公平咯。就算无法度，就算无法度，就一块做点梦。接下来系三位小朋友带来精彩嘅舞蹈表演咯。其他条嘅表演呢系快乐农村。接下来，我就叫下来看下小朋友嘅表演。在一棵树
好我们的资料夹，好，拿好吗？好嘞哈，好吗？准備好嗎？準備好。好，來開始哦。拜白講來，拜白講，好，開始來。拜白講來，拜白講，看到白講到。記得學嘅白講上，係人哋嘅冬令營，我們講冬令營哈，寒天嘅時節學嘅。那白講上底部講嘅係一家太細鄉下行，大家去拜白講。拜白講，我帶埋嘅水果、糖果、雞鵝鴨，雖然係真好教啊，教起碼給技術講啊，然後其實孩子在學很快，哈，你就教佢拜白講技術甜點，哈，哎呀，請等一下啦，雖然學客家話真好教。第一段的那個。第一段的第一句，然後哪一句？大聲一點，太小聲沒有。White House 那個 Y 不太會發音。對。就那個一家太細，然後常常把它念反。哦，你會念反是？那你念成什麼？一胎嘎，我完全沒發現。一家太細，窮哈哈。我們再練一次好嗎？一家太細，窮哈哈。一起來。一家太細，窮哈哈。豬牛一太了，水果糖果雞鵝鴨。還有阿婆做給颱風板。雖然在學客家話嘅時節啊，對他們來說客家話是陌生的哈。那我就用他們熟悉的聲音來做學習。那熟悉的聲音就是我的聲音，因為他平常對我的聲音比較熟悉，所以他們在比賽嘅時節，我們就先錄我的音，給他們回去聽，好，重複不斷的聽。那什麼時候聽呢？你都懂無限啊！細神嘅時節要聽我的聲音。所以某個時節，沒有躺來個上，就是他們有空的時候就會聽我的聲音。那也聽說他們洗澡的時候一定要越洗越快樂，因為聽到我的聲音。然後睡覺之前聽完我的聲音的入睡，然後爸爸媽媽覺得蠻好玩的，這樣就進入到他們的那個客家學習的語言。那不曉得你們在聽我的聲音入睡，有沒有做噩夢？沒有，什麼夢也沒做，一片空白。那有沒有起來再念一下客家話、客家話？沒有。吃早餐的時候也會念一下。吃早餐的時候也會念一下哦，是不是吃一口念一下呀？沒有。所以學客家話懂神奇哈，很有趣吧？對小朋友來講啊，學講客千難呢就會發音，當然咯，千好教嘅呢係發音。接下來就跳下來講啦，而家就帶來嘅白講聲。白講聲，年年年白講聲，一家太細窮哈哈，煮了一太了，水果糖果雞鵝鴨。還有阿婆做嘅颱風板，拜白講來拜白講，看到白講當幸福，生你平安會讀書，帶你空間穿太前，就家家來買貨。